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真冷冻》，我是关一边。咱讲了陈文成事件甲林铁血案了后，接下来咱要来讲的就是江南案。一位美国的作家因为政治的因素，竟然去互人谋杀。人讲这是威胁蒋家政权无法度继续代表中华民国的重要案件。是安怎安尼讲呢？因为这个案件影响到中华民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，而且这嘛牵连到台湾人以后的运命。这个案件有找到作案的凶手，也毋过嘛是未少人认为蒋经国和这个案件有牵连。老二龙有一个较侪人知的笔名叫做江南，伊迄当时写足侪文章，甲合起来，尾仔出版叫做《蒋经国传》。这本册内底甲足侪蒋经国的黑暗面和秘密拢总压出来。虽然中华民国情报局捌为着要阻止《蒋经国传》出版，派人去美国和老二龙做参详。老二龙嘛答应要修改册内底的内容，毋过伊尾啊，佮暗算要出版《吴国珍传》和《龙魂传》。这两本册内底写的人，拄好是蒋家两代的死对头。册内底一定会阁有真侪秘密去用压出来。中华民国情报局因为安尼，认为老二龙反背政权，暗算要甲伊解决掉。毋过当时的情报局长王希龄，伊感觉若是因情报局的人亲身出马，敢若无啥妥当，所以就找黑道来替因做代志。迄当时势力上大的黑道之一，德联邦头一任的总董主陈启礼，伊听讲政府要招兵买马，就毋望趁这个机会替政府做代志，证明走江湖的兄弟嘛是有为政府尽忠的心意。情报局尾仔答应啊，所以就派陈启礼去美国刺杀老二龙。这项计划是迄当时的情报局处长陈好门签署，局长王希龄下的制裁令，代号叫做“时间计划”。尾仔伊带德联邦的总护法吴敦，伫个9月时飞去美国，含1个月前就一定飞去美国的中东东主董桂新会合，三个人做伙去刺杀老二龙。伫同年的10月15，三个人密伫个老二龙厝内的车库，等马10几分钟了后，听到老二龙的脚步声，就开枪甲伊杀害。头壳着一枪，腹肚着2枪。根据董桂新的讲法，迄当阵是吴敦先开一枪，拍着老二龙的屁股。董桂新伫边仔想讲，我千里迢迢为台湾飞去到美国，竟然互抢大生下手，伊感觉安尼袂使，所以就对倒伫裤骹的老二龙腹肚开2枪。带头的陈启礼叫是转来台湾了后，伊会互当作英雄。也毋过无到1个月时间，政府的1000专案掠黑道掠马3000几个人，内底包含参与江南案的陈启礼甲吴敦。这看起来就是中华民国当局的乌食乌，伊想要甲下手的黑道人士甲处理掉。也毋过因想袂到的是，陈启礼后壁阁留一手，伊留下一个录音带。内底记录伊和情报局交涉的过程。伊甲这个录音带交予白龙张安乐，交代伊若是以后出代志的时阵，就甲这个录音带公布予外口知影。为着要援助陈启礼甲吴敦，白龙伊就伫美国召开记者会，了后甲迄个录音带交予美国的 FBI。代志曝光了后，就演变做中华民国情报局派人去美国暗杀美国公民。美国当局真受起一路追查到台湾，致使蒋经国顾虑美方的要求，下令逮捕情报局长王希龄、副局长吴怡敏和第3处长陈好门彻底调查。三个人受审监禁的所在，就是今麦的景美林权园区。有人讲江南案
是特殊蒋介政权无法度伫台湾演耍的关键事件。后一任的总统未互姓蒋的人继续掌握，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讲，是一个局势进步甲改变。后一集，阮会继续讲德联邦下手的3个成员坦白的讲法，也有情报局指使者的讲法。过来，阮会讲到促转会对江南案的调查。望借各方的讲法，互观众会当更较了解案情的面貌。